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 YouTube 频道，我是明美。今天的影片呢，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就是呢，大家看我桌上的这个墨水啊，然后这个墨笔啊，然后这个纸啊，大家应该猜得出来，就是我今天要干嘛？没错，我今天要就是书写传统蒙古文字来跟大家分享。对，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没看过，所以呢，今天的影片要继续看下去吧。首先呢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，就是呢，这个呢，就是我用铅笔写的蒙古果格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呢就决定要就是书写蒙古的果格。那我们其实，在蒙古就是我们传统蒙古文字的课呢，就是我记得是从国中还是从高中，就是开始在学校都会教我们这样子。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，我蛮喜欢这个传统蒙古文字的课程。Than all the rest. I'm quite old-fashioned where I had sometimes played chess. And when I'm out, I'm looking for that vintage fling. But all complexions that I adore, so hard to find, these seem impossible to score. So I dream on to someday find that vintage love. The lights were dimmed as our eyes met, and you saw me. And forevermore, I like to share that vintage dream. La-di-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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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-di-
跟大家解释一下，就是蒙古传统文字的一些笔画。然后呢，我觉得有一些笔画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，所以呢，大家继续听下去吧。好，那这个笔画呢，我们叫做就是头发，就是因为它很像头发一样。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会叫做它是冠，这个的话我们会叫做牙，就是牙齿的牙。下一个就是这个的话，我们会把它叫做就是肚子，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像肚子一样，这样圆圆的。那传统蒙古文字的写法就是知道吗？就是从上面到下面这样子写嘛。然后呢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从上面的这种的，它其实我们叫做就是背。如果是这样是人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身体就是这样背嘛。然后呢，像是这个我刚刚解释的这个肚子，就是很像人，然后这个凸出来的就是肚子。我觉得这样记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一个字这样子，就是蒙古的意思。那我们刚刚有解释到上面的这个就是很像头发一样，就是往下去的嘛。可是下面的这个它是往上，那这个呢我们叫做就是角，就是很像牛角一样这样子。然后像这个字的话，就是有2个肚子，那肚子是什么字呢？它是 O， 就是很像英文的 O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们会叫做就是尾巴，因为它都会一个字的最后面，而且是很像尾巴一样。然后呢，像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比较长的，对，因为它其实比牙齿就是比较长这样子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把它叫做就是胫骨。蒙古国的歌。对，这个概念，这个是蒙古国歌的，就是前4行。那大家如果有发现的话，就是这个1、2、3、4，这个蒙古国歌的，就是前4行的这个开头都是同样的。那一般其实，在蒙古就是像是诗啊或是歌的这种开头的字，通常都是一样的。那像是这个的话，都是D开头的，大家应该会觉得很好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这个呢，就是很像那个日文字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其实也是的意思。那原则上，其实蒙古传统文字其实我觉得蛮有趣的。那我来用就是蒙古文来念给大家听。Mongolsin Turin Dolat， 然后Darhan Mane Tosgar Ots Dayar Mongolin Aron Gosumt。Далай их дээдсийн ариун уйлс дандаа инхжиж үрд мөхчнө.
我现在呢就是稍微唱一下蒙古国歌的这个一小段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好紧张哦，我在我的频道上就是第一次要唱歌，超紧张。3、2、1。در خامانه تو سغر اولس دایر منقلی ارونقلام در لیختیتسی گیگین ویلیس دندایخچی جورد موخچینو خامق دیلخی شدر غولسته Хамтран ивэ бэгжүүлж хатан зориг бүхий чадлаараа хайртай Монгол орно мандуулъя。这个就是蒙古国歌的，就是一小段，就是前面的好像是它的一半。对，我刚刚唱了，从这边到这边，就是它的刚好是一半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，然后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然后留言哦，大家记得。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，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吧，拜拜。A little different than all the rest. Quite old-fashioned where I had sometimes played